哪这复杂啦？你嘛是搬底出来？答应我，我哪有可能摕阮妈的健康讲生笑？好好表演，好好发挥，加油！最后一个咧，人山倒海，文武相传，喊咧。妈大病会开刀，你敢知？你这是搬8点钟，骗我骗袂过。若毋是妈破病，我才不爱插你咧。有理无理，拢无差。一个晓做戏，一个好读册，敢若我上无路用。啊，讲公司吼，训练费用吼，啊你出30万就好啦，签落啦。你是要赔300万，还是要签名紧的啦？我若无去应该带倒来，代志敢会收煞的。我咧甲我台北的表姐，伊随去现面过来，你看。我念哪？妈。